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我们要读启示录18章1到8节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他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酬鞋，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，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我的民啊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因他的罪恶滔天，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，他怎样待人，也要怎样待他，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。他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，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。因他心里说，我做了皇后的位，并不是寡妇，绝不至于悲哀。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又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读经就到这里。今天经文讲到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一切邪恶势力，一切敌基督的势力都倾倒了。圣灵告诉我们，倾倒的不仅是指一城一国，而是整个罪恶文化，是整个世界所建基其上的罪的势力倾倒。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审判是包含一切与神为敌的，掌控着这个世界的势力毁灭。基督信仰不是修之简言，不是把自己修炼得更好，而是完全的把自己的头砍掉，就像植物嫁接一样，因为不想要原来的种，所以就要砍掉，之后植入新种，从此以后是期待新种生长。这新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以为亚当的老我里面有任何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东西，恐怕都有轻看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嫌疑。老我不死，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就不可能在我里面活。世界若不是完全的被毁灭，基督在地上就不可能完全的做王。而神的应许是在基督里，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，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。我想这正是基督徒在这末世大灾难中的盼望。阿们。